我是杰西，来不及喊口号了。如果没有听错，前面的洞口里应该是闯进了一支满编队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趁他们阵脚未稳，先来上迎头一击，干掉一个。脚步声，他的队友杀过来了。场地狭小，敌众我寡，对方要是强攻，还真是有点棘手。拉开距离，个个击破。就是现在！小样，胆子这么肥，想打？不错不错，现在只剩下一个了。S12K， 这可是一把近战神器，有本事你就冲过来试试。Oh no！ 什么情况？燃烧瓶的威力这么强了吗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地面上的阳光比较明媚。咦，前面有车。看样子，这应该是一支3人小队。既然如此，兵强战术启动。奇怪，连续击倒3次，竟然只是同一个人。难道说你的队友都是缩头乌龟不成？那就轮到我冲锋了。机上向上有人，还想拉队友，做梦！应该还有一个才对。偷偷摸摸，成功团灭。此时战场上只剩下4名对手，如果没有猜错，决赛圈应该就在背后的斜坡。咦，210方向有枪声，打得这么激烈，剩下的对手应该不是一队。看到一个，先不着急出手，等他们决出胜负，正好能捡个便宜。这个斜坡位置不错，就先在这里躲上一躲。奇怪，枪声怎么停了？脚步声，有人摸过来了，那就先干掉你再说。只是击倒，那一定还有队友。发现目标，乖乖躺下吧。谁打我？不好，居然还有帮手！糟了 ！Oh no！ 竟然是第2名。这么说的话，剩下的4名对手应该同属一队。刚才的枪声不过只是诱饵而已。唉，好不容易杀到决赛圈，却被一群戏精蒙骗了眼睛。我这该死的运气！我是杰西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